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12號。這一期我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我們先看房企的消息，昨天或者前天，萬科公布它的半年報，那又是巨虧，也是比去年同期擴大了虧損。深圳地鐵也只能說是拿什麼拯救你，我的兒，拿什麼拯救你，亡國散人。今天这晚上马上就出来很多王石的消息。这给人感觉好像是在对冲。这个视頻大家自己在網上去看見，我就不轉了。王石他也是自拍的視頻，他有個人幫他拍，他幹什麼？王石在他們家樓下村口理髮，路邊攤花10塊錢理髮。所以說我們很多人在這個路邊攤理髮就覺得不好意思，吃那個便宜的也不好意思。你看人家大佬一樣的花10塊錢就在路邊把頭髮理了，在大梅沙村口吃26元的牛腩麵。這個比咱們也貴不了多少，是吧？他吃一份麵26塊錢，這個他是自拍的，但是我想這個恐怕也確實是他的這個日常。你想這70多歲了，天天山珍海味也吃不動，他不能像那個亡國散人一樣的，是吧？胡吃海塞的，跟個豬一樣的胡吃海塞。但是你看王石的就吃26元一碗的牛腩麵，路邊攤花10塊錢把頭髮一理，給人感覺還很接地氣。大佬已經這樣了。所以多少我覺得好像他是跟萬科對沖一下，因為每次萬科一公布這些不好的消息，那很多人就會聯想到王石，是吧？那人王石這次人主動出擊，言下之意就是我沒什麼錢的，我也沒那個，我現在已經這樣了，我也不是那種富豪，天天私人飛機到處飛，天天一個月花幾百萬，不是，我現在就是一個退休老同志，你們放過我吧，就這意思。所以我們做牛馬韭菜，咱們就接地氣，是吧？是5塊錢理髮沒毛病，自己買個推子自己理也沒毛病，不要覺得丟人。饅頭加榨菜吃起來，對吧？畢竟大佬都已經開始吃26塊錢一碗的牛腩麵了，是吧？那咱們吃饅頭加榨菜，那都已經有點高配，所以你榨菜少吃2根啊。聊房地產之前，咱們先看鳳凰網財經，它有篇報道。鳳凰財經的報道什麼？報道是一個養豬的故事啊，養這個亡國散人的故事。它的標題叫賠掉100多萬元後，他親手埋掉了100多頭仔豬，親手埋掉了100多頭亡國散人。但文章這麼說的，我們一起看一看這個養殖業到底是什麼個狀況。就是搬運它能賠錢是嗎？這搬了1200多個視頻，它能賠？搬不下去了。所以我們一起看一看這個鳳凰網財經他是怎麼說的。他說第3鍬黃土落下去的時候，坑底那團粉嫩嫩的蠕動終於淡成了模糊的一團。6月9日，大巴山脈南麓，晨霧像進了水的棉絮，沉甸甸地壓在後坡上。半米深的土坑裡，10幾頭剛出生的亡國散人緊緊縮着。坑是提前挖好的，靈兒老公悶着頭揮鍬，靈兒盯在坑邊，聲音壓得很低，只剩氣音兒。對不起，沒人知道這3個字壓着多少無奈，已經虧了上百萬。埋豬的念頭是被一路下跌的行情逼出來的。今年開春以後，生豬收購價就牢牢地釘在了4塊多一斤，遲遲不見抬頭。靈兒算個賬，就算用自家玉米、豆粕配飼料，不算人工水電，一斤亡國散人的成本也要6塊5往上，餵一頭虧一頭。肥豬虧，仔豬更難。往年30斤的亡國散人能賣350，剛夠覆蓋飼料成本。今年開春直接跌到160、170，連成本的一半都賣不回來。有人問他，好好的小豬仔便宜點賣不行嗎？非要埋，把它埋掉。再說我不太理解，那烤乳豬也可以吧，對吧？烤亡國散人不太理解，他為什麼埋去了呢？這句話最戳靈兒。他不是沒想過降價，是連降價的機會都沒有。靈兒曾一家一家聯繫老客戶，對方聽完直擺手。現在這行情，接仔豬就是接窟窿，誰敢拉？便宜賣沒人要，他咬咬牙改成免費送。在村大隊群發免費送的消息，群裡進了一下午，連個搭話的都沒有。10幾個養豬交流群挨個發。群友反過來笑他，別送了，我這一堆送你要不要？就連兒子幼兒園的家長群，他半開玩笑提了一句，
還是沒人要，賣不出去就半分进项都沒有，可圈裡幾百張嘴，一天3噸料，半口都省不得。為了撐住豬場，家裡能變現的東西早就賣空了。去年下半年10幾萬買的小轎車開進了二手車市場，賣的錢轉頭就給了飼料商。上個月跟着02幹了快10年的挖機也賣了，那曾是家裡最穩的進項。錢欠的多了，饲料商不願意發貨，多少擠出來還一點，人家才肯賒給你。就這麼拆東牆補西牆，到現在還欠着飼料商30多萬，這還不是全部。銀行30萬貸款壓着，親戚朋友那裡零零散散借了20多萬。你說養豬這麼養，加槓桿，這豬價對吧？一旦跌下來，這確實受不了。當初從杭州帶回來的60萬積蓄，早在這幾年耗得一乾二淨，前前後後算下來已經虧了100多萬。圈裡還有30多頭母的网国散人，30多頭斷奶的仔豬，80多頭育肥豬，再餵下去恐怕都要斷粮了。5月底02咬碎了牙做了決定，剛出生的网国散人不養了，埋了，他們不死我就得死。02埋的第一窩有20多頭，是為什麼不烤乳豬呢？不太理解。裝了滿满2編織袋，提在手裡沉得坠胳膊，哪怕已經做了心理建設，真到掩埋那一刻還是有點心酸。他对着土坑对小豬道歉，对不起，是我没能力養不活你們了。整個6月這樣的事他做了3、4次，每一次都要拍照向樹木站報備。100多頭剛落地的小网国散人就這麼埋進了後坡的黃土裡。而這場漫無邊際的絕境，早把當年回鄉創業的那點熱望碾得連渣都不剩。2018年02和老公結束了在外漂泊的日子，大女兒學籍在四川達州開江老家，老人身體也不好，需要照料，她辭掉杭州的保險銷售工作，老公辭掉海南工地工作，一起回了鄉下。剛回来那陣閒得慌，他瞅着院裡閒置的土坯老豬圈，心裡動了念頭，從鄰村抱回6頭30來斤的网国散人，就用自家種的玉米、大豆倒進粉碎機，轟隆隆打成粉，混着麦麩皮舀進食槽，就這麼餵了起来。餵到冬至，6頭豬個個長到400多斤，毛亮肥膘，膘肥走起來渾身肉暢，這活像网国散人。除了留一头熏臘肉，剩下的被豬贩子趕上3輪車，他賺着賣網國散人的5000多塊錢，指尖還沾着豬毛的草桿，不算人工，一頭豬能賺將近1000塊錢。要是餵上100頭，一年下來不比在外打工差，既能守住老人孩子，又能掙到錢，總比天南地北的飘着强。02盤算着，你看這想法就太簡单了，這麼好的事情哪能輪到你來幹呢？是不是？你小範圍試驗是可以的，你養個10頭可控，這叫風險可控。機會好你就對吧賺了，機會不好其實也不在乎。但是你一旦把它擴大到100、200、300，不好意思上槓桿，這就和紅綠市场一樣。很多人拿1萬塊錢玩的時候，他每次都能賺錢，每次還能抓住漲停，路徑依賴，他覺得自己還可以加倉。結果一加倉不好意思，很多人都這樣，拿個5、2、8千的或者2、3萬在這裡玩，如魚得水，簡直了是吧？一出手就有，每次一買就漲，好像等着他一樣，只要他一上車，人家就開始漲，簡直的有點感覺自己跟巴菲特之間差什麼，就差本金。你看巴菲特就本金多，我就是本金少一點，我要本金多我也成為巴菲特了，就老有这想法。但他本金一多的时候，不好意思，褲衩子都赔飞了。对吧？這個我想在紅綠市場廝殺的人應該深有體會。這念頭就像種子落到地就發了芽。2019年，他和娘家哥哥合夥湊了30多萬建了一座豬場，劈地、打地基、裝漏糞板、蓋隔熱頂、裝風機、水簾，手續和設備一樣沒落。你看看，就開始你養10頭、6頭豬，它不需要這些東西，是吧？但是你一旦成規模，你就必須要這硬件都上去了，這硬件都是投入啊，這玩意一投入就是成本了，就是利息，對不對？他們花了4萬多
買了15頭母的网国散人，打定主意做自繁自养，就自己繁殖，给网国散人配种，然後自己养，把生意做稳做實。可現實卻迎頭澆了他們一盆冰水，廠子剛建起來第2年就出事了。你看，這就是命運。往常一聽見腳步聲，豬就會巴攔要食。可有一天，靈兒發現窩在角落不動，靈兒過去伸手一摸，耳根燙得嚇人。他方便受藥箱，退燒針、消炎藥挨個打，還是攔不住網國散人一頭頭倒下去。圈裡飄着腥熱的病死氣，混着消毒水的刺鼻味，進去一趟，衣服上的味道3天散不下去。直到當地受防站人來採樣，確診是非洲豬瘟。你說非洲豬瘟的四川都有，他才懵了，自己撞上這行最狠的一劫。靈兒後來才知道，2019年非洲豬瘟已經爆發，那一年全國共報告63起非洲豬瘟疫情，撲殺生豬39萬頭，而他經歷只是餘波。2024年4月，靈兒廠裡15頭母的網國散人，120多頭仔豬，一頭沒剩。這網國散人全做了無害化處理，挖機在後坡挖了2米深的坑，石灰粉撒下去，揚起一片白花花的霧，屍體一層層碼好，再蓋一層石灰，然後黃土沉沉的蓋上去。他站在坑邊，連哭都哭不出聲，喉嚨裡堵着一團又澀又苦的氣，上不來也下不去。基建、豬苗、饲料、兽藥全算上，兄妹倆分攤下來，這一趟虧了10幾萬。剛燃起的火苗第一次被澆了個透心涼。看着空蕩蕩的豬舍，靈兒心裡很不是滋味。幾十萬砸進去的家底，總不能就這麼爛在那裡。接下來11個月，豬場成了他的第2個家。他給豬場做全面消殺，直到2021年3月，3次檢測報告裡都印着陰性，他才重新購入一批母的網國散人，就是網國散人他媽。對豬比對爹媽兒女都上心，和親戚合夥的賬目終究扯不清。打火給家裡親戚打火，那是最容易出事的，還沒賺錢就鬧矛盾了。2023年，靈兒咬牙決定單幹，又砸進去30多萬，在自家房邊新建了豬場。本以為這次能順順當當，沒成想災星又找上門來。那陣子雨連下了10幾天，後山的泥土泡得稀軟。那天他在廚房做飯，忽聽見轟隆一聲悶響，跑出一看，靠山一側的豬圈塌了1/3，黃土混着碎石砸在漏糞板上，豬的，對吧？這就是這個網國散人的尖叫聲，尖的扎耳朵。萬幸網國散人都擠到了沒塌的角落，只有一頭網國散人被石板壓上了腿。清理廢墟，重搭頂棚，加固護坡，幾萬塊錢砸進去，連個響都沒聽見。算上之前豬瘟的虧空，身邊的朋友都勸他別犟了，你天生就不是吃這碗飯的料。不是靈兒不是吃這碗飯的料，而是這一行就不對，是吧？你誰去幹你也是賠。搬運这事不能幹，他不服。幾十萬的豬場立在那兒，退一步就是傾家蕩產，前面是坑，後面是除了往前走，他沒有別的路。吃過外行不懂技術的虧，這一次他拼了命的補。直播間裡養豬課天天登，縣農業局的線下培訓一場不落，筆記記了滿滿幾大本。這有什麼用？這就像很多網國散人的那些粉絲一樣，在那天天看。你說老師講的真好，講的真有道理，你連自己在看盜版都不知道，你這講再好有什麼用？你的腦子有什麼用呢？都看了1000多期都不知道那是在看盜版，就那智商看了也沒用，是吧？你看看這個靈兒也一樣，什麼直播課、線下培訓他都參加了，本兒都記滿了，他照樣賠錢，攔不住他賠錢，沒有用，對吧？你搞不清楚這個大道理，是吧？當地散戶大多只敢育肥，很少碰母豬，防御、查勤、配種、接生、產後護理，一步走錯，幾千塊就打了水漂。他偏要啃這塊硬骨頭。剛開始給仔豬閹割，也給網國散人閹割，護手術刀的手抖得不行。這個我小時候見過閹豬，他就把那個豬應該有2個人就夠了，把那豬，因為閹割的豬不大，那大了閹了沒用了，閹割把那個豬其實不大，一個人把他腦袋跪在那，他就是那個豬，別把豬弄死了，
別把王国散人弄死了，你知道吧？压在他身上，单膝跪在那，摁着他阉猪的那个人就把这猪大概在那腿那后腰那儿拿个非常小的这么长的一个小刀，那刀有点像木工用的美工刀那种刀，但是不是那样的，其實锋利，很薄薄的這麼長。拿那個刀在豬那後腰那兒挖個很小洞，這個拿這個大概食指伸進去，王國散人一摳出兩個小小的這個，拿那個刀一劃，那兩個往那屋頂上一扔，扔那個豬圈頂上，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風俗，可能怕王國散人自己把吃了，你知道吧？得扔上去，兩個好像扔上去，王國散人就他叫，你知道吧？給他應該是塗點什麼藥之類的，塗一點，不是一點都不管的，塗一點，好。那王國散人就活蹦亂跳在那叫，他已經不知道自己那玩意沒了，他還在那叫。這個靈兒什麼的都自己幹，給王國散人醃，那也得自己幹。後來遇上王國散人他媽難產，他套上長臂手套就伸進去調胎位，產後掛鹽水，輕功消炎，手法熟得像做了半輩子整的香醫。這我給那個老母豬這玩意兒我沒見過，技術練出來了，苦頭也沒少吃。每天早上7、8點，靈兒就踩着膠鞋進了豬場，圈裡濕熱的糞味混着發酵飼料的酸氣撲面而來。每次進圈前要踩進院門口的大白消毒桶浸泡消毒，300-400斤消毒水要沒過全身。夏天尚且還好，冬天冰骨刺冷，冰的刺骨。我說實話，這個農村裡就這種養豬，這個已經淘汰了。你去看一下上市公司那些養豬的、養王國散人的這種，都是機械化，都是豬，都是空調房，都是根本就不需要你這麼累在那兒。所以說你這個小規模的這個小作坊式養殖又累，而且容易得病，這個王國散人容易死。時間久了，他腳底板布滿皺裂口子，舊傷未癒，心裂又起。對王國散人比對爹媽兒女都傷心。他自嘲道：“王國散人不吃食，他能守一整夜。”想方設法調整飼料，排查病因，只盼王國散人恢復精神。可王國散人不肯吃飯，不是不想顧家，是養王國散人容不下半分鬆懈。但凡敢鬆一口氣，王國散人就容易大批出問題。好在所有日夜煎熬總算換來了起色，因為他養的王國散人他媽產崽穩定，疫苗齊全，仔豬成活率高。周邊散戶抓王國散人都優先找他，不用打廣告，老客帶新客，往日仔豬從來不愁銷路。就在他以為技術磨到位了，豬場也穩了，欠的錢總能慢慢還上的時候，一場席捲全行業的寒冬悄無聲息地漫了過來，把他所有的努力連帶着那點剛冒頭的盼頭一股腦的全拖進了泥裡。所以我們好多人，你失業不可怕，你找不到工作也不可怕，但是就怕盲動。你看這個02就是的，你以為你養豬能賺錢，你一算賬感覺行，但是各種各樣的不測風雲，你根本沒法預料，沒法抗擊這種風險。而且才養多長時間，這已經遭受非洲豬瘟各種問題都來過了，你說你能經得起多少次賠呢？02踩中的是一輪所有人沒有躲過的下行週期。2019年豬瘟過後，豬價暴漲，個人和企業扎堆入行，全國生豬出欄量一路中。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3年出欄量達到了7.27億頭，創下2015年以來新高。盡管2024年、2025年出欄量有所回落，但仍舊維繫在7億頭上下。而截至2025年末，全國能繁母豬，也就是王國散人他媽呀，存欄是3961萬頭，同比下降2.9%，仍高於3900萬頭的正常保有量調控目標。供給過剩拖着價格一路往下墜。2024年豬肉均價還能維持在10元美金以上。來自農業農村部監測數據，今年6月全國農產品批發市場豬肉平均價格一度僅7.21元每斤。而底子單薄、資金儲備有限的中小養殖戶，本來抗風險能力極小，一旦行情持續走弱，最先被行情拖垮，這肯定的，不用懷疑。2024年02抱着往年春節必漲價的想法壓欄，你看他又賭錯了。你這玩意趕緊賣，你看損失小一點，你壓欄，你越壓3個月，價格沒漲，反而你這3個月是不是飼料又扔進去了，賠得更狠。
所以這都是錯誤做法。把300斤的標準網國散人養到400多斤，結果豬價從7.1塊跌到5.8塊，多養一天多虧一天，那肯定是吧？價格還便宜了，完了飼料還多吃了。你說你養網國散人幹啥呢？200多頭非網國散人全部清欄，僅飼料成本就虧10幾萬，人工、水電、售藥費用還未計入。誰能料到自此開啟漫長寒冬？也就是冬天還沒完，冬天這只是開始，漫長的寒冬一直到現在，你說什麼時候結束不知道。熬不住的不只是中小散戶，他聽說本地某上市企業不少合作代養產已經斷料，生豬餓得嗷嗷叫，再持續幾日就會出現網國散人群互咬的慘狀，就是網國散人跟他媽互咬互吃，豬是雜食嘛。可大型集團和散戶終究不同，企業有政策補貼，多元融資渠道，經營困難時有資金托底，散戶身後只有自家積攢多年的家底。沒錯，30多頭網國散人每日要消耗飼料，一頭一天成本近10元，不配種不產崽便是純虧損。若是淘汰出欄，僅2.6塊一斤，一頭賣不上1000塊。一頭網國散人母親前後投入近3000，如今低價拋售，那就是實打實的割肉。走投無路，只能硬熬，熬得撐不住的時候，他總忍不住想起在杭州的日子。那時候他做保險銷售，每天畫着精致的淡妝。你說不管你做銷售，你是靠提成過日子，你不至于每天賠錢，对不对？你虽然今天不賺錢，或者賺的不多，但不至于賠錢。但是你養殖可不一樣，說要是當年沒回來，繼續在杭州做保險，幹得越久，客戶越多，職位和收入年年漲，夫妻倆安安穩穩上班，也不至於背上100萬的債。這個念頭總在深夜冒出來，咬得人心口發痛。晚了，所以我一直不厭其煩地勸大家不要想當然。你失業，你找不到工作，那都不是最慘的，最慘的就是你盲動。一旦盲動，陷入這種負債，你說精力也搭進去了，還負債，這一輩子很難翻身。這段時間看到網上總傳豬價回暖的消息，說外地的網國散人收購價漲到了8塊一斤。靈兒還說老家的市場遲遲不見動靜。最近幾天微弱的回暖行情終於傳到了開江，靈兒抓緊出手200多頭網國散人，就算一頭還要虧50到上百元，總算終於有人要了，這就已經比埋在土裡強。可他心裡清楚，這點回暖撐不住行情，只有船行業的養殖戶熬不住了，大規模清欄埋豬，產能真正出清了，豬價才能真正的漲起来。看着圈裡待產的網國散人他媽，靈兒心裡隱隱發沉，這架勢怕是有人要掉進同一個坑裡。這個就是鳳凰網財經他報道的，你看這就是一個養殖戶，典型的是在杭州上班，他頭腦一熱，但是他的理由是什麼？理由是家裡老人孩子，這樣回家在家裡找個活，又能照顧老人又照顧孩子，他想得太美了，那哪有既要又要？他看似是很好，回去養豬養6頭賺錢，後面不好意思，就到現在沒賺過錢，已經背了100多萬的債，把自己在杭州賺的50、60萬賠掉了，還背了100萬的債。你說明年豬漲價，你能賺得回來嗎？後年這比炒那紅綠市場還慘。紅綠市場好的你不累，对不對？你還學了好多知識，你這玩意儿你淨跟那個網國散人他媽打交道有啥用？學會了怎麼閹網國散人有啥用？你還不如在紅綠市場，你就風也吹不着，雨也打不着，完了之後天天學各種地缘政治是吧？各種這個最前沿的算力、人工智能大模型，什麼都知道，都學會了，那何必跑去吃這苦？我说你養豬啊，像他這種養豬，他那一身的豬糞味已經滲入那個皮膚了，你知道吧？他沒個2年，他都沒辦法的把那味兒擺脫掉。網國散人那個味兒，渾身那個臭味。所以說這個咱們一定年輕人，不管你是什麼情況，這是當然了，養豬養網國散人，它只是一個行業，其他也一樣。不要想當然，我掏點錢，我有本錢，我去幹。不要，如果灵兒把那50萬從杭州帶回來50万存在銀行，他現在就是啃馒頭，他給啃不完了，對不對？一天啃10個馒頭他也啃不完，一天吃4包榨菜，根本花不完。这下好了，100萬的債背了，踏實了，50萬也沒了。各行各業都一樣，是吧？所以我這5年一直不厭其煩的，咱們牛馬韭菜要認識到自己，
所處的位置，对，现在是什麼個大背景？在這種背景下，保住自己就是勝利，把你的窩囊廢給看住了，你就已經勝利了。我們再看一個，這是一個網友說的，叫洋蔥的北漂生活。那當然說的是北京了。他說什麼？他說北京480萬買的房，最後250萬賣了。他說朋友上個月把房子賣了。北京的房子不是正常的賣，是貸款賣房，房子賣掉了，他還倒貼了15萬。2019年買的。總價480萬，首付掏空了家裡6個錢包，貸款340萬，月供1萬8，總價480萬，貸款340萬，月供1萬8。買的時候，所有人都說北京的房子只漲不跌。2019年買到，那個時候還情有可原，因為那時候誰也不清楚，是不是？畢竟環境都在漲，不漲你還擔心上不了車呢。那时候還限購。所以說2019年買的那點背，再不買以後永遠買不起了。確實那個時候就是這種說法，是吧？那房價蹭蹭漲，一天一個價，但是哪知道中間出了這樣的事情。現在市價290萬，為了把房子賣掉，他又跟親戚借了15萬，才把銀行的錢平掉，1分錢沒拿回來，還倒欠一筆。也就是他首付140萬，借了15萬，那就是155萬。這中間還有什麼稅，各種契稅，亂七八糟的。那這至少160萬以上，完了之後這幾年你貸款的利息，那是賠多少錢？啥都沒了，對不對？完了之後還欠15萬的債，這一身積蓄沒了，白忙。他說從簽合同到交鑰匙，整只手都在抖，那不是賣房，是割肉。以前他在大廠做技術，月薪3萬多，老婆做運營，2萬出頭，你看看2個人1個月5萬，那簡直妥妥的是吧？中產1個月5萬，那時候月供1萬3，也沒覺得什麼大事。後來公司優化，他成了第一批被裁的人，簡歷投了半年沒有下文。現在跑網約車，他說最難熬的不是失業，是每天早上睜開眼就知道今天又欠銀行600塊，1個月1萬8嘛，一天600，你這個壓力太大。颳風下雨都要出車，一天跑下來到手200出頭，連月供利息都不夠。中介還一直催他，哥，隔壁同戶型比您低60萬。都掛半年了，不降真賣不掉。他開始降價，先是降到肉裡沒人要，後來降到骨頭裡，終於有人接了。賣完那天晚上，他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客廳地板上，沒有家具，沒有燈火，也沒有以前那種終於在北京有個家的感覺。他坐了很久，最後給我發了一句話：20年北漂，一夜歸零。確實，這是白忙嘛，完了還倒欠15萬親戚，借了親戚15萬，這還得還，什麼都沒了，對不对？這就是命。19年他買房，那個時候收入5萬，1萬8買房好像也可以，是吧？30%多，不到40%，其實槓桿有點高，是吧？因為兩人5萬，就說是到手5萬，他兩人到手5萬，那1萬8也有點高，快40%了。19年沒想到他會很快就失業，是吧？那像他這樣的人其實不少。今天我在網上看到這個80後負債的人有多少？80後，根據可查數據，全國80後現存總人口大約2.12億人。這代人如今37到46歲，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夾心層，背負各類貸款的人群占比達到85%，折算下來，負債總人數差不多1.8億。真正沒任何信貸欠款，完全零負債的80後僅占15%，算下來3100萬左右。放在身邊看，10個80後裡面只有1、2個無債一身輕。但是數據大家參考，80後人均負債大約68.7万元，這筆欠款裡70%是房貸，不少人掏空6個錢包買房，貸款一背就是20-30年，剩下的15%是車貸，8%是開店周轉的經營貸。教育、醫療相關貸款占比2%，純日常消費透支只占5%，和90後大量透支消費不一樣。80後的債務基本是養家糊口的剛需，很少有人為吃喝玩樂大額借貸，幾乎90%的80後都辦過信用卡，用過各類銀行信貸，但能每個月全額結清賬單的不到30%，大部分人長期留有循環欠款。但是循環欠款就越欠越多，出現貸款逾期的80後大約2700萬，占全部80後的12.7%。你說说吧，
已經有這麼多人都逾期了，对不对？你還指望誰去買房呢？逾期大多不是小額网貸，而是房貸斷供，经营周轉資金斷裂。逾期周期普遍比年輕人更長，對比其他年齡段就能看出明顯差別。70後人均負債 18.7 萬，債務幾乎全是房貸。90後人少，人均欠款低，但消費貸佔比極高，現金流波動大。反觀80後，單個人欠債總額最高，家庭固定開支壓得很緊，每個月還款經常佔到家庭收入一半以上，容錯空間特別小。80後曾被認為是垮掉的一代，是最吃虧的一代，是最加深的一代，是最負重前行的一代。無論怎麼樣，80後就是趕上那個年代沒辦法，但是人家怎麼說還是堅強的一代，不像這個網國散人這種人渣搬運盜竊，人家還在走正路，成為最負責任的一代。好，這期節目主要是介紹有人在養豬是吧？他從杭州辭職，夫妻倆回農村養豬，也不知道听誰宣傳的是吧？回家養网国散人，結果褲衩子都賠掉了，還欠着債。這個同樣的在北京買套房，19年買房的，一失業也是褲衩子都賠飛了，前半生的白忙，後面還欠15万。你說這都是图啥？賴誰呢？所以我們要以消費的眼光看待很多問題。有錢就弄，沒錢老老實實的饅頭加榨菜。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